在那种环境下，又渴又饿，想必大家的声音都是嘶哑的。我记得当时刚集军的声音，确实是很嘶哑。那你呢？我倒没什么。韦景军被绑在什么地方？一把椅子上。什么样的环境？我的眼睛一直蒙着黑布。据冈崎军讲，他和木村中佐分别被绑在2根柱子上。那他们2个人真的是受了些苦。藤原少佐，您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休息吧。晨练而已，没必要拆祠堂。少废话，赢了我再说。你是背后招，跟你学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借切磋的机会告诉你，现在的形势对你我很不利。藤原中次在咱们俩的房间都安装了窃听器，稍不留神，杀身事小，国家事大。什么事？中佐，我在我的房间里发现了窃听器，冈崎贵友现在正在他的房间里检查，您看，是不是您也检查一下？
少佐，木村中佐房间的窃听器好像出了问题。会是谁干的？我早就知道。藤原忠司私下搞内部监听，你想干什么？木村君，这不是你该进的地方。关于内部监听，我有军部的命令。拿出来给我看看。中佐无权提此要求。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来协助大佐的。中佐，中佐，中佐冷静。中佐，这件事情闹大了，对谁都不好。您忘记大佐对我们的教诲了吗？齐心协力，精诚团结。藤原少佐，请问您的内部监听，大佐知情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下去吧。回敬大尉。嗯。都弄清楚了。小把戏，能够利用暴躁的木村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在我们情报四课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，
那就是你韦景军。总之，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当初我选择了相信，而你却选择了背叛。至少我没有背叛自己的民族。民族，若不是念在民族的情分上，你早就殉葬了。不过今天这件事，我念你的情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俩井水不犯河水。少佐，窃听器都已经拆完了。知道了。属下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讲。少佐，您不是一直怀疑尾井幸太郎吗？可是咱们始终没有握住他的把柄。明天大佐回来，咱们不如趁机把小泽母亲的死讯捅给小泽，小泽必然悲痛。您再向大佐进言，让尾井陪小泽回日本，大佐肯定同意。这样一来，这个最大的嫌疑人就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。有了这段时间，和谈也就进行的差不多了。保证和谈的顺利进行，才是咱们最重要的任务。在没有抓到内奸之前，任何人都不可以离开。嗨，大佐，大佐，大佐，辛苦了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76号的2位朋友，鄙人穆细良，穆铁男。请，请。金井先生，舍妹她舟车劳顿，身体抱恙，不能参加这次晚宴，非常抱歉。让他好好休息啊，请。好，请。大佐，大佐。好，坐。嗨。诸位，今日我们在此设宴，为大佐接风，一是为大佐和谈取得进展，表示庆贺；二，则要感谢穆先生及穆小姐对我们的帮助。同时，也要预祝和谈能够圆满成功。届时，诸位将为帝国立下大功一件。来，祝成功。
刚才听您说，曾经和曾平打过一些交道。在阁下看来，这个曾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？曾平这个人非常精明，而且有着极广的人脉，但是为人却十分低调、谨慎小心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同僚们对他了解不多的缘故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权力欲望很重，但是他更爱钱。在过去的政府里，从不显山露水，但是暗地里却捞了不少好处。香港的强华兴业公司幕后的老板就是他，我想诸君都非常了解。穆先生，刚才您提到曾平这个人行事小心谨慎，这一点我们都深有感触。我们整个情报四科，只有大佐见过曾平先生本人，所以我也想请问你，接下来准备用什么特殊的方法去接触曾平先生呢？这个，韦景君，这件事情，大佐和穆先生自然会有安排，我们就不必操心了吧？好，我们今天不谈公务，来喝酒。他们都说我母亲死了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大佐，小泽姑娘的船票已经订好了。大佐，小泽姑娘现在这个样子，还经得起旅途颠簸吗？这实在令我们放心不下。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陪她一起回去比较合适，这样好歹路上有个照应。韦景君和小泽的感情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我觉得让韦景君陪小泽一起回日本是最合适的。这样的话，你也可以完全放心。也好。韦景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大佐，大佐，我认为此事不妥。现在的一切事物都不及和谈重要。韦景君一直在帮助大佐促成和谈，他对曾平那边的情况最为熟悉，所以此事韦景君万万不可离开香港。韦景君，陪我去送送小泽。嗨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井水不犯河水吗？
韦景君为什么会责备我？我做这一切，完全是在为你打算。如果你陪小泽回了国，你们的感情一定会升温。如果你们结了姻缘，那你自然而然就跟大佐攀上了亲戚。从今往后，你就会取得大佐更多的信任。我觉得你应该感谢我。冈崎骏，你倒真是为我好呀。那你想到刚才藤原君会阻止你的提议吗？这个完全没有想到。按照你的思路，藤原君阻止你的提议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不想促成我和小泽这段姻缘。那说明，想跟大佐攀上亲戚的人是他。你觉得藤原君具备和你竞争的条件吗？不过韦景君，希望你不要盲目自信。小泽，一路上好好照顾自己。到家之后，马上发电报给我们，免得我们担心。别忘了在你妈妈的墓前，替我献上一束鲜花。我知道了，幸太郎，谢谢你。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也帮我照顾好大佐。放心吧，早去早回。舅舅，你多保重。去吧。大佐，我们回去吧。先生这次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？先生这是怎么了？前2天，日本人又对重庆轰炸了，曾老爷子不幸遇难。说我没回来。他说找您的是英国人。英国人？英国人说让您去港督府。什么时候？今天。要不，我让吴安娜告诉英国人，就说您还没有回来。不用了，叫阿香备车。是。
我先走了。韦景君，陪我坐一会儿。好。韦景大尉好，穆先生，穆小姐。哦，进来吧。大佐先生，穆先生，关于曾平的事情，我们改日再谈，如何呀？大佐家里边的事情，我们都听说了，请大佐节哀。好，多谢了。大佐先生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曾平的事情，改日再谈。好，请。好。大佐先生，您信佛吗？当然。佛教在唐朝时期由中国传入日本，一度也非常盛行。我妹妹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香港有座法云寺，据说这座寺里的菩萨很灵验，本地居民但凡有为亡灵祈祷之事，一般都会去这座寺庙的。法云寺？在什么地方？路途稍微有点遥远，不如这样，刚好舍妹呢知道这个地方，让铁男开车送你们过去吧。好啊，那拜托了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去准备。请。韦景君，你陪我去一趟法云寺。嗨。安娜，刚才你跟英国人都谈了些什么？他们要核查我们的交易资料。不过您放心，我现在还有办法应付。好，去法云寺。是。大佐，前面就是法云寺的正殿了。哦，谢谢穆小姐。我和韦景君有几句话要说，穆小姐请便。好。你觉得小泽怎么样？小泽姑娘，天真浪漫，是个善良美丽的好姑娘。我对小泽就像对自己的亲女儿一样。像这么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孩，为什么会待在情报4课这样的机构呢？属下不清楚。是我徇私，凭借我手中的权力把她调进来的。不过小泽姑娘工作起来也非常认真。她根本不适合这里。不过我必须把她带在身边，我不能把她丢在本土。你知道华北军中士兵的自杀事件吗？略知一二，不过那是军部严密封锁的消息。说说看。有一个士兵往家里寄钱，被政府以圣战期间暂时归国库的名义换成了国债券，并且被告知，只有在打下中国之后，才可以换成现钱。他的妻子没有收到这笔钱，经济上就没有了来源，只能去当女佣。而10岁的儿子被迫去矿场当了背炭工。
后来，他的妻子又被以救济军人家属的名义，被征随军当了慰安妇。这个士兵在随军剧院中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妻子，他痛苦万分，恳求长官能不能让他的妻子离开妓院，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。他恼羞成怒，砸毁了妓院，带着他的妻子双双自杀了。不错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大佐，属下一直有一事不明。这场残酷的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也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痛苦。可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？所以这场战争必须尽快结束，同计划必须成功。同计划的内容是要让中国人屈服，让他们跪着接受和平。中国人是不会答应的。王精卫不就答应了吗？韦景俊，我问你一件私事。坐。韦景俊啊，你喜欢小泽吗？我知道你很喜欢他，不过你怕别人说闲话，怕别人说你是因为我的关系才和小泽走得近。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。韦景俊，等小泽回来，你们结婚吧。我以后在没人的时候，就跟小泽一样，就管我叫舅舅。去找知客僧，捐上一笔香火钱，就用小泽的名字吧。嗨。阿祥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还是在这儿等先生吧。这里总不会有事的。是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您家里是什么人？前些日子，日机轰炸重庆，家言不幸仙逝。先生节哀。时局动荡，家家吊孝。蒋委员长的原配，不是也不幸亡于日机轰炸吗？先生有此深仇，不如我们这笔生意不要做了。一码是一码。重庆的高层需要我呀。安娜，你去问一下方丈，我想做一场法事。好。念佛祖保佑我大和军魂，保佑我大和繁荣昌盛。念佛祖保佑我五运长久。
老先生，看你也上了岁数，这一路登山拜佛，就您一个人吗？啊，有人同行，我让他给庙里捐点功德。好事，好事啊！这不过是给自己心里的一点安慰罢了。人死是不能复生的。老先生的什么人过世了？妹妹。都是至亲呐。这位先生家中似乎也有变故。家父谢世了。节哀。安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陪曾平过来的。糟了，金金五夫和曾平见面了。万一他们要是知道了彼此的身份，我们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。必须赶快把他们两个分开。在大殿里，他们只是两个普通的香客而已，应该不会知道彼此的身份。安娜，不能让金金五夫看到你，否则咱们的麻烦就大了。可是曾平在等着我给他请方丈做法事，我不能躲着一直不出现啊。这样，我想办法把他们俩尽快分开。世事无常啊，佛家讲究善有善报，可老爷子一生与人为善，为何却不得善终啊？如今这天下实在是不太平，不知道每天要死多少人，佛祖想管也管不过来。是啊，宁为太平犬，莫做乱世人呐。先生说的没错，不过自古由乱世到治世，都必须由英雄人物出世，力挽狂澜，完成这大一统。老先生高见呐，但不知老先生贵姓，是做何营生？鄙人姓金，在香港做点小买卖。刚才的话也不过是胡乱一说。先生贵姓？李姓周。刚才听老先生说的话颇有见地。不知以老先生看来，这中日之间的战事将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？国家大事，我一个乡间老叟，岂敢狂言？金先生过谦了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就不妨畅所欲言嘛。76号的人，来这边。76号的人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金金五夫怀疑金岩同志的真实身份，76号派人过来鉴别真伪。这个女的叫穆铁男，还有一个男的，40多岁，叫穆西良，是他哥哥。不能让他见到曾平。你想办法拖住这个穆铁男，金金五夫那边我来想办法。好。
说情掌柜，高跟鞋，刀锋如此轻纤维，一杯汤，一杯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，让爱勇敢地悬在肩头，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，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眸眼神压到凄美，等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在时刻精诚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在捍卫，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眸眼神压到凄美，等天边隐隐的惊雷，看烟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城门水关这个地方宽敞空旷，很难藏人。不过，金睛武夫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钻空子。明天，你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立即找理由终止谈判。大佐先生，只要他能来，一定不会逃过我们兄妹的眼睛。穆先生的这个计划实在是高明，有二位的帮助，我一定能够分辨出这个真假美猴王。